今日我帶大家睇九龍塘別墅屋地，呢一條係金巴倫道，住過唔少名人家，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龍住過呢度，現今荷里活巨星影帝周潤發都住呢度㗎。我今日介紹呢個物業，地皮面積約1萬尺，地積比率0.6倍，即係話可重建樓面面積超過6000尺。呢度以前係神學院嘅圖書館，裏邊有2層，每層面積約3000尺。裏邊究竟係點嘅呢？我帶大家去睇下。樓下嗰層有會客廳，一個好大嘅工作空間。2樓有閱讀室，有茶水間，仲有2個好大嘅會議廳。起頂樓有個3000尺嘅天台，景觀仲相當開揚。地下仲犀利啊！前後花園加埋超過6000尺。大家睇完片上嚟睇樓，俾電話我九龍豪宅廖占章，我電話902-596-9026-6666。好啦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啦！